你看这道，这个鸡哇，这个皮有够光有够油的啦，看起来足好食。哦，片起来嘛足香的，哇边啊，搁有这个高丽菜，搁有番麦，搁有豆干，真香呢！来，你食这，我食迄，有够好食。哎呦，哇，伊会头出来啊！哎呦，伊等下要安怎转去啊？你啊，我这有草啦，我这有木草，敢要食？敢要食？动物看点叮当。动物看点叮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鲁，这是我的海啾。今仔日咧，我有伫网络顶悬有找到一个秘境，听讲遐有足侪好食的物件，嘛有足侪古水的动物，所以咧，我今仔日就要带海啾做伙来去。阮海啾是毋是最欢喜的啊？等下就要去看足侪动物咯。哦，敢若咧要到啊哦！哇，你看海啾，你会当坐伫你这内底，安尼享受，我无法度。我搁爱甲你拍，搁要压这个雨伞，你即摆搁要甲我跳出去，你甲我坐好，我袂受歹，你甲我坐好。哦，阮差不多到啊，到啊。阮即马先来看一下伊的迄个门票是偌济啦，150尔呢，哪遮俗啊？听讲内底足侪动物嘞，搁遮尔俗哦。先来去买票。哇，你看，这叫做啥物？海啾，你看，你敢有看到？这叫做水猪啦，你好，歹势，我嘛无食的。这敢若会当饲物件，我去看觅，等一下来甲你饲者。哇，你看这叫做水猪，你敢有感觉伊足像啥物动物？无毋对，就是鸟鼠啦。伊甲鸟鼠足相像的。哎呦喂啊！叫我一条，莫冤家啦！哎呦，是毋是爱去换迄个牧草互因食？敢若会当去换呢？无我先去换者。好，海啾你等者吼，海啾等者吼，阮等者才熟悉吼。食，我食有足济啦。你看，哇，你看伊食到喙角全部 ，Oh my god！ 哦，就要的，我甲你讲哦，这甲这是毋是足像鸟鼠的？因为就是甲鸟鼠啊，佮有碰鼠，我来共款。哇，你食伤济啊！哎呦喂啊！你看，伊的喙齿是毋是足长的？你看，伊的喙齿 ，Oh my god， 看起来足恐怖的。但是你免惊，伊拢是食草的，伊袂甲你食。但是伊要夹着我的手啊 ！Oh my god， 这个任务有够困难的咩？海啾，你看。豆豆食，你到底是偌枵？到底偌枵？好啦，好食。这最后一个。好，食了 ，Oh my god！ 哇，你跳足悬的呢！哇，你看，这就是羊啦，是毋是无看过？哎呦，哇，伊的头出来啊！哎呦，伊等下要安怎转去啊？你看，伊头的这个角，哇，足长，爱说你这种的爱说你。海啾啊，你看啦，来，你看这，免惊，你看，免惊，我甲你保护，免惊。免惊啦，伊就是生甲较大只尔，甲你无啥物差别啦，应该啦。无有啦，伊头壳阁有迄个角是角吧，应该是角吧，就是一个嘿，就是甲你无啥共款。
遮毋是你，我遮有草啦，我遮有木草，敢要食？敢要食？免惊，这个较温顺哦。免惊免惊，你好你好，你敢嘛想要食？啊，你袂用食。哇，你看这道，这个鸡哇，这个皮有够光，有够油的啦，看起来足好食。哦，片起来嘛足香的，哇边仔佫有这个高丽菜，佫有番麦，佫有豆干，还有，即摆就是食饭的时间啦。来，你食你的，我食我的。真香呢！来，你食这，我食迄，有够好食。真好食呢！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哎，你买我白食，还就你看，你的朋友来啊，我该吃，我该吃，来继续继续。大家好，阮园长妈妈叫我今仔日来甲大家见面，所以我就出现伫遮。我叫小华，即马1岁2个月，差不多5个月前来到遮。虽然我来的时间无偌久，不过我是阮园区内底上介出名的哦。扫到我的查甫囡仔是坐甲太倒肩的。身上遮尔水，就是有即款烦恼。烦恼是我想过窈窕美丽，则个性有淡薄仔娇。有当时人若甲我蒙头，我就夹伊的手。为着改善即个问题，阮园长妈妈即阵仔当咧安排我去上课，拜托老师甲我调，看即个歹习惯会当改正过来。安怎？大家看到我有真介意无？是毋是足想要带我转去恁兜做动物伴？恁若真正想要领养我，欢迎每礼拜6下晡来台北市公馆才找我哦。好，我即马食饱，即马遮个有互人钓鱼仔的所在，阮即马就随来钓鱼仔。来，看我厉害！喂，你看敢有鱼啊？真正是袂当个，我安尼学袂走，真正是哦。你来学袂走？以后袂当个学袂走哦。真正是。今仔日去了这个农场，敢有感觉足好爽的？是毋是实在足侪美味啊？海舅，敢有？有吧？那呢？大家恁敢有去过其他的农场？嘛会当伫下骹甲我讲者，看恁去的农场安怎？那呢？今仔日的影片就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拜拜，讲拜拜。动物看心事，水滴，客气类动物，客气类动物，温呐。兄弟们，等一下，我碰不到他，等一下。
就紧 ，Oh my god！ 等下停，换你，来，你，没眼力呢。差不多，我换你，这种的你这没眼力，莫伫遐加人哦，安尼没眼力，来换你。哎呀，这个水呐。